最耶稣的友靠，我叫欢喜无烦恼。耶稣听我，耶稣万我，当福气是予我，大日过我拢无离，伊也捌我的名字。我出我入有平安，拢无要我甲艰难。带到查某青翠所在，羊群点也拢无挂碍。我若吹打仙姑爷，带到溪边互我食。我着欢喜吃主菜，用点油条无受害。我无食款待真好，温柔听通用手来抱，阳光作为要予我，一个福气真正大。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稳定的主，听阮的上帝，感谢学罗你的大听堂。日子在过，实在真紧，伊阁到伫充满感恩、等待主耶稣降生的节期。阿爸天父，阮来。主耶稣，感谢你的怜悯，保守阮平安。说，阮伫等待你降生的节期，搁一摆求你用你的真道的话来勉励阮，用你真理的光来光照阮生命黑暗的角落，除去阮心内稳重的罪。愿圣神充满伫阮的教会中，踮伫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的心神觉醒，灵魂精英，带阮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每一日赏赐阮新的恩典甲慈爱，总是因为伫天气季节咧变换时，阮特别要为着阮年长的长辈，也有阮兄弟姊妹当中身躯有欠安有软者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你保守医治照顾，求主你特别看顾阮的长辈，阮的四大人因的心心灵健康平安。主啊，伫今子圣诞节的时，阮的教会有侪的准备，暂时阮嘛准备庆祝90周年的感恩礼拜，有真侪的事工要无闲甲准备。恳求圣神保守阮的心，互阮人人用欢喜的心来服侍，互阮的心中充满主耶稣的疼。我嘛要拍开教会的门。甲社区的人、甲阮的亲人、甲朋友，三甲来领受主耶稣降生的疼、平安甲喜乐。听阮的主耶稣，阮感谢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阮搁一届摒空阮家己，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搁一摆迎子主耶稣降生伫阮的生命中。
愿主耶稣的救恩临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充满着阮的教会。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学乐请献歌队。
这时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100篇，旧约圣经诗篇100篇，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接下来，咱阁看另外一位圣经，新约圣经腓立比人书第1章23节到26节。腓立比人书第1章23节，我伫两难的中间，真爱倒去甲基督三角之地，是不知较好，总是游玩肉体，为着恁的缘故，是搁较要紧。我已经深信即个，就知我要游玩之地。也甲恁众人三角之地，直到恁的信得到进步，佮欢喜，互恁伫基督耶稣的夸口，为着我为充满，是对我甲恁之地。阿免，正道有你真好，请陈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要祈祷、要领受圣经的应允之前，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做伙组织伫你的圣殿，今仔日是一个特别的时间，特别是你伫历史顶悬，你的救恩，和敬畏你的囝子，存即个心过大了节。也过感恩节，至圣的上帝，你伫逐世代做人的天父，你互人伫你的手中有恩典。阮伫你面前要过今年的感恩节，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对你讲：阿爸天父，有你真正好。祝愿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接纳阮对你的学乐，也愿你的圣神伫阮的生命中，互阮持续来经历。上帝，你伫阮人生中间的陪伴，阮将每一个兄弟姊妹来交伫你的手中，阮恳求主你的圣神降临，阮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每一年这个时阵，咱过抬杠节，抬杠节伫咱的传统上，咱甲感恩节真巧合，是放伫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咱会问讲为什么？其实感恩节毋是美国人开始拿定，多数咱拢感觉讲感恩节就是有一个国家，因就是食火鸡，然后伫迄个时阵全家团圆，伊也又搁是伫年底的时间，所以是代表一年的修行。伫一年的修行，台湾人嘛有一个习惯叫做食平安，所以无论什么种的方式，人拢有即种感恩的方式。但是对咱的信仰来讲，真正的感恩节毋是对美国的教会，毋是对加拿大的教会开始那点。顶礼拜四就是咱3日前，伫传统上美国人因伫即个阴暗，因会过即个感恩节的即个节期。所以真侪出外伫外地的美国囡仔，因拢会伫感恩节倒来到伫因的厝，甲因的爸爸妈妈甲亲人做伙伫遐讲今年的过程。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年你过了好吗？原咱就今仔日个礼拜，咱来算效上帝恩典。特别是今年真紧，咱就到年底，12月31日暗暝9点，咱的教会传统上，咱拢有一个跨年祷告会。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来当，咱做伙来教会，咱做伙祈祷，
咱伫礼拜的中间，咱将咱的心事来甲咱的阿爸天父讲。今仔日个牧师的题目叫做“阿爸天父有你真好”。这句话听起来介像真，咱来讲就是讲一般的咱的生活中间人咧讲的，一种真嘛袂使讲伊真世俗，毋是。吼，咱常常甲咱身边的人讲有你真好。其实这句话是一个真水的话，嘛应该是一个真神圣的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想，伫今年的中间，咱得到什么？也因为美国人，因有一个经验，就是因离开因的故乡，无论是欧洲，无论是英国，因来到美洲，咱知影讲开垦美国这个土地的时，因伫头一年的收成，就是讲伊来到美国的第2年，伊收成秋天收割的时，因伫迄个所在流欢喜的目屎，因将收成献予上帝。对迄个时阵开始，美国人因就用11月底最后的这个礼拜4做因的感恩节，国家的纪念节。但是对咱基督徒也好，对信上帝的拜上帝的敬字，其实咱的这个感恩节是对旧约就开始。伫旧约的中间嘛有一个节期叫做住棚节，那咱台语的圣经改翻做大了啊节。这个圣经是咧纪念以色列人因离开埃及，然后伫旷野40年。伫40年的中间，上帝养饲因出玛纳、落玛纳，因40年的中间经历操练、悔改甲反省，后来因终于跨过迄个约旦河，进入上帝早就已经应允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土地。因重新倒来到伊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土地，约书亚带这个人进入迦南地时，嘛犹原甲美国人同款，因为因进迦南地了后，迄个时阵玛纳就随停止。伫旷野的时阵，因无种作，但是当因踏上上帝所应允这个迦南地的时阵，因就开始需要工作甲努力。所以当因经过约旦河的时阵，因就开始开垦这个土地，因为上帝留予因的土地，圣经讲是流奶甲蜜的土地。所以经过1年，犹原到伫秋天，旧历犹太人的旧历伊个7月，都是这个秋天的时。所以这是7月犹太人的节期，甲咱的这个公元的这个7月无共款，嘛甲咱的旧历无共款。所以犹太人的节期有因的节期的算法。所以1年后因收成的时，照着圣经的记载，上帝甲伊讲，上帝甲以色列人讲，甲摩西讲，你着爱甲你的同胞以色列人讲，7月15就是大了节。大了节是上帝所设立，伫7日的头1日就爱有礼拜，伫7日的头1日就爱有礼拜。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讲，设立这个节期是要互恁子子孙孙拢知，我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互因伫旷野的时住伫草寮的内底，我是恁的上帝，我是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将这个节期，互以色列的百姓永远会通记得，因为祖先捌有受人吞打，做人的奴才。但是上帝透放因，伊伫旷野的中间重新调整因的文化，调整因的宗教信仰，伫迄个所在准备真侪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百姓。当因进入应允的土地，因过头一摆的大了节。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今仔日咱过这个感恩节，最要紧就是伫年底的时，甲上帝讲：上帝，我感谢你。伫今年的中间，咱中间有人订婚；伫今年的中间，咱疫情结束；伫今年的中间，有一寡少年人因重新回到职场；伫今年的中间，兄弟姊妹，你得到什么？咱来到主的面前，咱讲：爸爸，感谢你。然后咱嘛甲上帝讲：耶和华是好，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实到万世代。所以一方面咱有感谢，一方面咱为着明年，咱搁重新伫主的面前
准备来出发。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照今仔日的圣经，无论是诗篇100篇，无论是腓立比书第1章，特别是记载第23节，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这个生命好得无比。我阁讲一摆，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这种的人生好得无比。兄弟，咱甲上帝讲哈利路亚，阿门。我相信过去你有祝福我，我相信将来你嘛要保守我。原来用今仔日个圣经做咱的祈祷，也原来用今仔日个圣经做咱的感谢。咱伫主的面前来回应，感恩这是一种的回应。得到祝福的人应该爱感谢。回应是一个最基本，咱领受稳定，咱对稳定的中间出欢喜的声。咱甲上帝讲，上帝，我虽然未堪得，但是你何等会听我？咱要通过今仔日的圣经来想，伫什么种的情景的人会晓祈祷？什么种的信仰的态度的人，伊会得到上帝继续的祝福。我咱用祈祷，今仔日的下礼拜，毋是牧师的题目，是咱兄弟姊妹，咱对心中，咱甲天父上帝讲，阿爸，我感谢你。亲爱的姊妹，今仔这段祈祷文是我的反省，我嘛要邀请兄弟姊妹，伫咱无用的中间，咱是毋是也捌甲我同款？伫无用的中间忽略，甲咱的爸爸小吹亲近。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上帝面前，咱甲天父上帝讲：主啊，我倒来到你的圣殿，我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伫感恩的中间，互咱来迈进向前行。今仔日是一个抬杠节，咱的教会有一个2000年来教会的这个传统，咱常常会伫圣诞节要来临之前，这4个礼拜日，咱用点蜡条做咱的祈祷。所以兄弟姊妹，抬杠节每一支蜡条，拢是咱的信仰的前辈留予咱一个真要紧的典范。因每点一支蜡条，因就发出一个祈祷。无祈祷就无经历，无祈祷就无得到上帝看见上帝稳定迄种的美好。咱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不是偶然，因为有时咱若感染，咱就哭扫。咱就发烧，咱就无体力。但是感谢天父上帝，咱检测有的人犹阁毋捌感染，祝福你毋免感染。咱若已经有感染的人，咱甲上帝感谢讲，感谢你保守我。虽然我有感染着 COVID-19， 但是上帝感谢你的保守。愿咱伫今年的年底，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一方面来见证上帝的疼痛。毋是干那祷告，咱伫跨年祷告会中间，当咱讲起上帝稳定的时，亲爱的姊妹，就是归荣光互咱的天父上帝，你知吗？见证就是讲起上帝的作为，所以要邀请兄弟姊妹，要有1个月的时间，咱无搁做点点领受稳定的基督徒，哪会当？咱特别将这个时间留落来，准备好势。咱回想伫今年的中间，咱怎样经历着上帝？咱把迄个感恩带来到上帝的圣殿，伫兄弟姊妹的中间，咱来讲出来，上帝怎样伫今年的中间，甲咱的陪伴。所以今仔日我要用诗篇100篇以及腓立比书第1章23节来做咱祈祷的开始，因为保罗讲，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我的生命好得无比。兄弟姊妹，这句话讲得足简单的，亲像咱真简单讲，阿爸天父有你真好。但是上帝若问你讲，孩子有多好？你讲我真好，你敢真正知影？对日出到日落，对年头到年底，你敢知影？伫每一个时刻。我拢无离开你，兄弟姊妹，原来来到主的面前，咱明白知影，
当保罗讲好得无比的时，这种的信心是咱真困难有。我要给咱一个圣经写作的背景。腓立比书这张批写批的是保罗已经伫罗马的监狱的内底，所以换一句话，伊就亲像潘霍华伫希特勒的监狱的中间写伊生命最后一张批，迄张批的第一句话讲：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所以兄弟姊妹，咱真爱唱迄条歌，迄条歌就亲像保罗讲。好得无比，好得无比。一个伫监狱的人，怎样会当写出遮尔水的批？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伫以马其顿的呼召，伫马其顿的异象中间所结出来第一粒的果子。因为保罗伫暗暝做梦的时阵，上帝用一个马其顿的警察，迄种的人。所以，伊伫梦中看到迄种的穿衫的、迄种的衣服、迄个警察，伊就知影迄是马其顿的人。迄个马其顿的人甲保罗讲：“请来帮助我。”腓立比的教会就是马其顿第一间的教会。这间的教会伫规本的圣经中间最大的特色就是喜乐。喜乐这个图像是腓立比教会。因讲伫患难中也慷慨，伫患难中也欢欢喜喜，因为靠主喜乐。保罗讲：“我要再说，靠主喜乐。”这是今仔日的圣经。牧师将这段圣经带来到兄弟姊妹咱的面前，咱做伙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誓约，咱甲上帝讲：“主耶稣，有你真好。”对今仔日到我一生的结束，我要倚靠你。靠主常常喜乐。第二，我要惦伫耶稣基督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要越来越加添，这个喜乐要哪来哪加添。伫一个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保罗，伊所讲的信心就真侪咱的应允。所以换一句话，保罗讲：无论什么种的环境，我凡事老练，我已经学会了。所以，兄弟姊妹，咱倒去看保罗的批信中间，保罗讲：无论什么种的经句，我拢凡事老练，我已经学晓，因为我知影一项秘诀，就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生甲死拢好得无比。上帝祝福咱兄弟姊妹，愿咱的一生是一个见证上帝稳定的人生。所以，用今仔日这段话做金句。咱伫主耶稣的面前，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请你来。特别伫这个圣诞节的节期，抬杠节就是准备过圣诞节。当年拢咧过圣诞节，了无新意，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当年拢咧过圣诞节，就是当年拢问题满满，敢毋是？你的人生是了无新意的人生吗？毋是吧？咱的人生应该是继续的经历。主耶稣永远踮伫我的生命中间，所以毋是老母带囡仔来点辣条尔，是老母甲囡仔讲：一起将来你的人生爱记得，你捌一个礼拜伫圣殿的中间，妈妈甲你做伙点一支辣条，这支辣条代表什么？你会记今仔伊讲啥？愿望对吧？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应允放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礼拜的咱咧做礼拜仪式，拢毋是一种足好笑的，毋是。礼拜仪式拢是对心来足深的所在，来代表咱无讲出来的话，甲咱的祈祷那定。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咱做两个祈祷。第一个祈祷，活出上帝的美好。当咱伫上帝的面前讲：阿爸天父，有你真好的时。咱就是咧甲上帝学了讲，上帝你是一个荣耀的上帝，你的生命若踮伫我的内面，我就真好；你若踮伫我的内面，我就有上帝你的荣耀。太空这意思就是人生活伫黑暗中，人生活伫黑暗中，上帝就赏赐伊生命的真光，主耶稣基督降生。伫咧降生的故事中间，路加特别的记录。天使讲，伫至高的所在，阳光归伫天父上帝。
伫地上，平安归伫上帝所欢喜的人。所以，兄弟姊妹，愿咱看天顶上帝的荣耀，也愿咱伸出甲伊领受。主啊，愿你的平安进入我的生命中间，有你真好。那安尼，咱来看今仔日的诗篇100篇，本地是咱90周年庆典迄天牧师要读的诗篇，但是我家己摕来今仔读，因为我相信伫90周年迄天的感恩礼拜，咱有更较水的礼拜，咱有更较水的信息。但是诗篇100篇即句话内底是一个足水的话，伊讲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息到永远。也在想即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耶和华是好，亲爱的姊妹，你有因为敬拜上帝，你得到好处吗？莫讲即个世俗的好处。亲爱的姊妹，咱敬拜上帝一生到今仔日，你有感觉上帝对伊无保留的一切好，赏赐予咱吗？所以，兄弟姊妹，即句话是一个宣告，就亲像今仔日，伊讲耶稣基督的喜乐。圣经甲伊翻做白话字，圣经讲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夸口。特别今仔26，腓立比书第1章26节，但一个牧师会解说，这个字有足特别的意思。所以耶和华是好，是代表什么？咱来到教会，咱认真做礼拜，领受牧师伫讲道中间的信息，查经班，咱个日的灵修，所有的咱的敬拜，拢是为着要认捌上帝伊的良善，互咱分别。伫世间中间有一种的生命，是甲这个世间所追求的无共款。伫这个世间，真侪人因定义好甲歹，是用什么来界定？用钱价钱。真侪人伊感觉人生伊来当得到更较侪的价钱，这就是好。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所界定的好，当然一部分嘛合情合理，应该爱安尼想。但是，迄毋是上界重要。圣经内底咧讲，上帝好，上帝好就是咱的生命中间有讲袂出来迄个生命的实在，迄种的平安，迄种的愿望，迄种的喜乐，迄种的满足。愿咱读有圣经。因为圣经讲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幸福。诗篇16篇，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愿天父上帝将圣经内底每一句有关着描写稳定应允，甲上帝的良善好，拢临到伫恁的人生，咱拢共款。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想，什么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爱就是一个囡仔孤单的时，老母疼伊；一个囡仔受委屈的时阵流目屎，老母拭去伊的目屎；一个囡仔伫人生中间无方向的时，伫黑暗面惊吓的时，伊的老爸老母陪伴伊。上帝的慈爱就是安尼。昨咱的教会查经班的进度，拄拄咧讲起救恩。救恩就是咧讲起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姊妹，你敢有享受到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互你真正稳定？咱拢咧找找，咱拢咧渴望，咱拢咧拍拼，咱拢期待稳定。所听的姊妹，你敢已经真正伫主施恩造成？你有得到圣经内底所讲至宝贝这个救恩？那安尼，咱的心带互你心中的愿望呢？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用这3句话：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息到万世代。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互咱伫人生的中间
咱倒来到伫摩西因信用建立的时所讲的话，伊讲耶和华是我的上帝，对永远到永远。耶和华是我的上帝，对永远到永远。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嘛犹原唱即种的诗歌，咱甲咱的天父上帝讲：主啊，无论顺境，无论逆境，主，我要学我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知影，伫人生中间有一种杯，是救恩的杯。伊讲：主啊，若通互苦杯离开我，但是无照我的意思。因为主耶稣知影，迄个杯就是一种使命，就是一种价值，嘛一种生命中间最悬的荣耀。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今仔日的诗篇100篇950，所以你姊妹若会当，咱家背起来，就亲像咱咧背诗篇23篇，亲像咱咧背诗篇16篇。诗篇中间上少有即几篇，咱逐日咱家背起来。诗篇16篇，人讲迄是黄金的诗篇，黄金的诗篇。诗篇16篇，因为第一个中间讲：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上帝要指明我生命的道路，上面要给我满足的喜乐，永远的幸福。有水无？背起来。第二，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伊用由我的头壳好的杯抹出来，水无？背起来。今仔日的诗篇100篇第1节到第5节，咱就用欢喜的心来服侍耶和华。服侍这个字伫圣经的原文，牧师讲过几啊摆，伊就是礼拜。反正英语叫做 service，service 咱知影，就是咱去餐厅食饭，有迄个服务生，伊就甲咱捧菜、捧饮料，然后甲咱佚佗啊，佮问咱讲可以上甜点了吗 ？service， 但是 service 伫英语中间是双关语，有两种的意思，一种就是礼拜。所以美国人因咧讲主日崇拜，主日的礼拜日，因叫做 Sunday service， 礼拜，主日的礼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是用心灵的礼拜。也愿亲爱兄弟姊妹，恁的一生常常因为敬拜上帝，恁无孤单；常常因为敬拜上帝，恁的人生是一个甲上帝结连。直到有一日，当你讲阿爸天父，有你真好的时阵，迄句话是对你心内足深的所在。你讲实在做上帝的子，赞，好得无比。愿这种的信心，愿这种的经历，信心经历结连做伙。愿天父上帝互咱的一生就是安尼。咱伫主的面前，咱来认捌。今仔日所读的腓立比书第1章，腓立比书总共干了4章，是一张真短的一张批。所以兄弟姊妹较好，就是恁找一个时间对头到尾，一口气该读过，上好一口气连续读3摆。兄弟姊妹试看卖，如果恁来一口气，我毋是讲叫恁禁开啦吼，就是讲按无兴趣来，无受搅扰，专心对头到尾，甲即张批读过。然后你读过了后，你做目睭刻刻，你回想讲，伫我拄则读过的时阵，即张批有写着啥？愿恁看到上帝伊所应允的一个最大就喜乐，靠主喜乐。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再说，你当靠主耶稣基督而喜乐。”所以你今晚愿咱听到保罗所讲的话。因为保罗伫伊的批信的中间，常常烦恼这个主题。伊讲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保罗常常安尼讲：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人就叫做新的人，旧的代志拢过去。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人就得到喜乐；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人就得到充足。所以保罗讲：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这种的人生好的无比，兄弟姊妹，这不是形容词。2000年前是安尼，
真公平，咱也相信，咱也伸出双手，咱也真认真甲主耶稣讲，主耶稣万家互我，主耶稣牵我的手，主耶稣牵我的手。恁会记得有一条歌叫做《耶稣的手扶持我》吗？兄弟姊妹，当咱伸出咱的手，互主耶稣来掌管，来引带，你的人生要无共款。阿们嘛。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来想拄则牧师甲咱分享讲，这张被伊就是一个见证。保罗伫伊患难的中间，伊所讲这张被，伊的意思就是讲，我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伫监狱的中间，其实我已经无惊吓。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神，耶稣甲我伫地，其实我就算做死，我嘛无惊吓。保罗是安尼讲啦。伊讲好得无比的意思，伊是讲我真正仰望我会当早一日上天堂，因为我知影我耶稣是荣耀的主耶稣，我知影我若到天堂甲伊做伙的时，那是好得无比。保罗咧讲的迄个好得无比是安尼的意思，但是保罗佫讲一项，我今仔日活伫即个世间，伫监牢的中间，我今仔日将恁放伫我的心内，毋是不得已。是因为主互我，要阁活伫即个世间，要为着甲恁做伙来得到信仰的成长甲生命的喜乐。所以保罗讲，我个人的心意，我仰望主耶稣透帮我，互我早一日上天堂。但是我留伫即个世间，是为着主将恁交伫我的手中。所以，兄弟姊妹，愿咱知影。保罗伊所讲的每一句话，其实是充满上帝的心意。愿咱伫伊的面前，所以腓立比书中间有两项真特别的代志。第一，因为腓立比书就是马其顿，保罗捌伫哥林多的批信的内底讲，我要将马其顿教会的文书解说互恁听。恁会记迄段话无？就是在贫穷当中也慷慨奉献。马其顿的教会，哥林多前书，保罗咧讲的马其顿教会的文书，其实就是咧讲起腓立比教会的文书。因讲虽然伊软弱，虽然因无真好业，但是因为着福音的缘故，因慷慨，因伫上帝的中间有满足的喜乐。所以保罗伊咧讲的就是一种伫患难中犹原会通平安喜乐。兄弟姊妹，伫平常时平安喜乐，无啥物通去夸口，对无？正常的。今仔日我若一帆风顺，讲话大声嘛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我感觉我手所做的，拢是我应该得到的。独独只有伫患难中，伫你意识到咱人生中间咱做袂来，迄种的稳定才叫做救恩。伫咱做袂来，我们不配得着这种的稳定，才是救恩。所以兄弟姊妹，保罗所讲的就是安尼。所以保罗伊讲，无论什么种的情境，我拢会通倚靠主，活伫喜乐的中间。兄弟姊妹，欢手伫你的心上，你甲主讲，主耶稣，你互保罗的，我嘛要爱有。阿们吗？主耶稣，你互保罗的，我嘛要爱有。主耶稣，我无论伫什么种的情境中间，稍安勿躁。主啊，无论伫什么种的情境的中间，主啊，你伫我的内面。所以保罗讲，伫我内面的赢过这个世间的，恁会记迄句话无？免惊，因为踮伫咱内底圣神赢过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灵界的黑暗的关系。主甲咱三甲伫地。第二日今仔日礼拜，我要甲兄弟姊妹所学的信仰的功课，就是瓦课。太讲这点这个拉条，毋是囡仔咧做的工课。咱礼拜日讲经，毋是中级咧做的工课，是逐个人应该拢爱做的工课。但是咱尊敬咱的教会，尊敬咱的中级，互咱的中级有这种神圣的动作，迄毋是例行公事。逐摆咱敲这个钟是仰望有一日，规庄头的人拢听见福音的钟声在大谈。
伫遮的人也要完全明白上帝的好进前，伫遮的人也要领受到上帝福音的时，咱的生命就是这粒钟，咱的中极逐礼拜敲响了这个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咱本身就是这粒福音的钟。我靠主耶稣，信心忠贞。伫今仔日的这个培训的中间，特别是第1章25节，兄弟姊妹，今仔日圣经做好记1、2、3，腓立比书第1章23节1、2、3，腓立比书第1章23节1、2、3。我为什么讲几啊摆？为着要互咱强调咱的记忆。腓立比书1、2、3内底讲一句足水的话，叫做“好得无比的生命”。第二，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第1章第25节，伊讲到，互恁的信忠贞和喜乐。阿免嘛。咱信耶稣都要有进步，咱信耶稣都要有荣耀，咱信耶稣都要有喜乐。保罗甲因祝福讲，互恁的信，无搁再亲像囡仔。讲话亲像囡仔，心碎意念亲像囡仔，想到遐讲到遐。恁的信带互恁有充足的智慧。既然恁所讲的话有影响力，恁所讲的有价值，毋是安尼尔，恁的信带来耶稣基督，伫患难中的喜乐。因为恁的主耶稣，咱的主耶稣，伫克西马尼园流目屎、流血汗，伫迄个所在发出伊的祈祷。咱的主耶稣已经为咱祈祷，咱嘛要安尼祈祷。愿咱伫主的面前，用欢欢喜喜的心来做礼拜，用欢欢喜喜的心来到伊的面前。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咱拢来到主的面前，实实在在，咱实体礼拜。但是，咱爱甲主讲，今仔日的礼拜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亲像咱的心的内底，今仔日的礼拜是咱超越时空、超越历史、超越空间。咱开咱的目睭看到咱的阿爸，就亲像今仔日这个祈祷书，我甲咱分享。所听的姊妹，你若愿意，将这个祈祷书带到伫你个人的时间。你轻轻甲主讲，阿爸天父，有你真好。愿上帝的主爱，愿上帝的信息，彻底改变咱的一生。愿上帝的主爱，甲伊的信息，完全改变咱的一生。直到有一日，咱要带着荣耀，咱要带着荣耀的画面来去条件。阿爸天父，所听的姊妹，生命爱改变，好不？所听的姊妹，生命爱改变。咱毋是一个伫礼拜堂内底基督徒，伫逐所在咱拢是基督徒，同意吗？愿咱活出耶稣基督。伊的画面，主甲咱礼拜，伫礼拜中间，主耶稣将喜乐赏赐互咱。今仔日的圣经，你若读白话字的圣经，你会感觉讲，今仔日的圣经无共款。第一，和本汉字的圣经、中文的圣经，伊安尼翻译讲，叫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叫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欢乐。但是白话字的圣经讲，互恁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夸口，都无共款啊！这个字翻译做喜乐甲夸口，确实这个字伫原文的顶关系，它是一个双关语，伊会当翻译做喜乐，但是伊嘛会当翻做夸口。但是为什么翻译出来差遮济？无需小可甲咱解说即句话的背景，为什么保罗安尼写？因为保罗知影有一阵伊所听的兄弟姊妹，伫腓立比的教会，因咧为他做守望祷告。就是保罗真疼腓立比教会兄弟姊妹，但是腓立比的教会嘛真疼保罗，真尊敬保罗。
所以当因知影保罗伫监狱为着因的受苦，为着信仰咧做见证的时阵，伫监牢的内底，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就为着保罗做守望的祷告。咱会当想象讲，即群人甲主讨，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透放阮的信仰的老爸保罗，互伊当早一日倒来到阮的中间，即个意思。所以即句话其实会当安尼讲。就是向主夸口，所以白话字的圣经才改翻译讲，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夸口，意思就是讲，死亡你的权柄在什么地方？邪恶是掌管你的权柄伫什么所在？我奉耶稣的名来宣告，罗马帝国袂当捆绑我的信仰的老爸保罗，是个意思啦。所以白话字的圣经改翻译做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的夸口。因为这个字，伊真正的字根就是祈祷，奇妙无？这个字真正伫圣经内底，伊的字根就是祷告，常常祷告，常常祷告。这个祷告这个字就是伊的字根，所以等于这句话咧，甲咱讲，只有祷告才会喜乐，没有祷告就没有喜乐。要靠主，靠着耶稣基督来夸靠。伫咱人生拄着艰难的时候，咱伸出双手，亲像红海伫咱的头前，咱伸出奉主耶稣的名来宣告讲：这个世间，如果上帝爱我向前行，无人会当阻挡我；如果上帝爱我行这条的道路，虽然有艰难，爱付出代价，有损失，有伤害，我嘛要勇敢行，因为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夸靠。圣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亲爱的姊妹。保罗讲，有一日我一定会搁倒去腓立比。所以第26节的下半段，伊讲：我再回到你们那里，恁的祷告梦想成真。迄个时阵，咱就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夸口讲：主啊，你是真个我，伫患难中间，阮就祈祷，但是你成就了你的救恩，这个意思。所以。咱嘛会当用这个中文和合本安尼翻译讲，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欢乐就越发加添，阿们嘛。也就是今嘛，咱会当为咱的人生祈祷，只要那合情合理，只要那是合着信仰的态度甲原则，主无理由无赏赐予咱。所以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将信望爱放伫我的生命中间。越发加添呐，这叫做温上加温，力上加力。所以，兄弟姊妹，卡无嘛，咱伫主的面前，咱放弃咱的杯。如果你今麦目前你的生命的杯是互这个世间充满，兄弟姊妹，无好的、无滋无味的冷咖啡，无好无滋味的长泡的咖啡，不要再喝了，倒掉。咱甲主讲，每日更新，每日充满，温上加温。兄弟姊妹，这是上帝的应允。愿咱伫主的面前，这段圣经讲，互恁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夸口。这个字根叫做 “aukeo”， 这个意思会当翻做祷告，嘛会当翻译做引以为傲。我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一生的夸口。都伊是我的救主。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建立这种的信心，做伙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来欢喜。因为保罗讲：我伫患难中，恁为我夸口，你为我欢喜，都毋是笑的讲哦，亲人红来管个为欢喜，毋是。伫迄个所在宣告祈祷，早一日，阮的救主要临到。愿咱伫主的面前，这段圣经是安尼甲咱讲。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腓立比教会兄弟姊妹，恁为我祈祷。恁伫祈祷的中间，求上帝，互我早一日脱离监狱的捆绑，互咱早一日会当再相会。我相信，当我搁倒到腓立比的时，迄个时阵，咱要做伙夸口，读主耶稣是咱的救主，就是今仔咱的祈祷文。所以保罗讲，我深信，今仔日伫讲道的中间，主互我的感动，
我深信，这个感动要成做真的。阿免吗？愿咱伫主的面前，咱为着咱的信仰，为着咱的生命改变。拄则牧师有真诚恳甲咱提醒，兄弟姊妹爱改变，毋是为着教会，毋是为着牧师，咱爱改变，为着咱的主耶稣。如果你若真正感觉讲，阿爸天父有你真好，你爱甲天父上帝讲，天父我想要改变，但是我的气力无够。天父，求你的圣神帮助我，伫神的真道顶悬进步佮欢喜。兄弟姊妹，甲即句话放伫你的心内，主就要听咱的祈祷。保罗讲：我已经会晓凡事老练，因为我伫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得到这个得胜的秘诀。腓立比书第4章最后的结束，保罗讲：我已经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我已经学习了这个得胜的秘诀。我将这句话读给咱听，兄弟姊妹，咱伸出双手，咱甲主讲：主，我有困难，伫你的道理顶悬，我有感动，但是我知影，我的改变是慢，我的改变无困难。主耶稣，你若爱我改变，恳求你。想使我改变的困难，咱同心来祈祷。现在，耶稣基督，你对天降临伫阮的中间。现在，你一生是我的救主。除了你以外，我无别的上帝。阿爸天父，感谢你，有你真好。阿们。
也即时请咱三个来吟圣诗应答上帝听。圣诗400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请咱起立吟全首。这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亲爱的大家平安。伫直播头前的兄弟，甲愿主耶稣基督的疼，以及主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伫祈祷的中间，恳求主耶稣，用伊降生的祝福，伊的主爱来充满咱。耶稣将伊的疼赏赐予咱每一位，听你伫咱一生中，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拯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主愿伫为着伫网络顶悬参加直播礼拜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求主施恩赐福。为着因生活甲工作的理由，因无法度参加教会实体礼拜。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通过这个空间，将你的救恩、将你的平安、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疼带进到因的家庭的内底。阮为着阮的教会每一个时代年长的长辈来祈祷，所以阮恳求你，互因伫年长的年日的中间，每一天拢有真实的平安。耶和华你是好，你的慈爱永远伫地。甲阮的时代人年长的长辈，求主你夫妻帮赞，伫年长的中间容易。有时头壳戆，骹无气力，跋倒。主耶稣求你扶持顾守，互因无即种的伤害。主嘛为着阮教会中间有人伫生活，甲伫因的心神中间有受搅扰无平安。主耶稣愿你甲因三甲伫地讲，愿你平安。主耶稣，台湾的疫情已经过去。虽然还阁有看袂到的影响，但是阮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夸口，就亲像今仔日保罗讲，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来欢喜。阮要夸口，阮有主耶稣；阮要欢喜，阮有主耶稣。阮嘛要伫主耶稣你的面前来倚靠你，来向前行。主你保守阮的囡仔，保守阮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主耶稣，互阮享受你以马内利好得无比的生命，以马内利好得无比的生命。对阮的心思意念，甲阮对成功好的判断，主互阮用你的判断做阮的判断，直到阮会通明白上帝你家己的荣耀。愿一切荣光归伫主耶稣，伫你圣诞节节期，愿正教会搁一摆，因为你的降临，温上加温，力上加力，互阮的教会伫过来这4礼拜，无论是90周年的庆典，无论圣诞节的庆典，感恩主啊，互阮大大享受主耶稣降生所带来迄种稳定的欢喜。感谢你，愿安尼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咱今仔足欢喜，就是牧师妈张老娘伊生日，阁有夜里伫咱中间，咱来为着生日的人，咱来请因来头前，咱陪伴因，求主祝福。自献就得来吼。
我的准你无倒来，哦，来，徛起来顶悬，袂要紧，徛起来顶悬。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上帝，阮来到你的是阮做证，因为圣经有教示阮讲，坦然无惊吓，来到主你是阮做证。主，阮将牧师妈，将长老娘，将你的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顶，祝福因的生命中间，这种的祝福永远无欠缺。主，你的稳定的油要亲像活命的水泉，活水江河。充充足足请出来，上帝你的祝福，祝福你的查某囝、你的囝儿，每一个阮生日的兄弟姊妹，因对今仔日开始，因的人生是一个无欠缺的人生，就是上帝你亲像玛纳，每一日的日食就甲阮陪伴，主你互因出入有平安，主你互因心内有上帝你的荣耀甲良善，主你互因时时因为敬拜你、纪念你的事。因的心中常常有上帝你的话，主你家己的水，就成做因生命的记号。无论因去到什么所在，互人看见上帝的荣耀。主愿你甲因三家弟弟，对年头到年底，对今仔日到后明年因生日的事，主啊，互因生命的杯是充足，佮甘甜。我咱感谢基督，我给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生日快乐。小心哦，就咁吼。好，咱来请报告吼，咱来请师会来报告。这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青少年团契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暗7点半，咱有伫教会嘛会当伫线上来参加这个查经班。圣港的服侍下礼拜，书会请张丰仁执事，苏琴请陈美秀执事，书宪请林安乐、吴素基2位执事。新安宫的读经。请咱照这个顺序来灵修。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是感恩节，咱伫圣心内底祈祷，为着这一年年初到年底，向上帝的恩典献上感谢的祭。第二，礼拜了后，中集有中集会，请中集准备心来出席。第三，教会决定伫12月18举行德堂教会90周年感恩礼拜，也要邀请外侨的兄弟返乡共沐主恩。因为疫情的冲击，咱一直祈祷甲等待，请兄弟同心祈祷。这个感恩的礼拜也要亲像跨年的祈祷会，拄句迎新，超越90，迈向100。互咱同心祈祷，甲预备。第四，12月11日有圣礼典，你若期待要接受洗礼的，请向牧师报名真道的造就课程。第五，12月14，就是后礼拜日，礼拜后要召开圣诞市集第2摆的筹备会，请咱参与的同工来出席。第六，继续为着咱生日的兄弟来代祷。奉献的报告，请咱家己看，也是有出入的，请向过继人员来见证。代祷的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来祈祷。第二，请咱来继续为着身心欠安的兄弟来以及咱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来祈祷。第三，嘛为着教会青少年因的心灵课业来祈祷。为升学的升大学的钟硕恩、刘以义甲肖敏玉，为因来祈祷。
求上帝祝福。第四，请咱继续为着适婚的青年因的婚姻来代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韩国福林教会、集集教会、德克达亚教会。报告以上，请咱三甲来吟上行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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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默祷闭会。